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其实讲到学医的宣传时，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常都有一名的，因为睇过到学校地辈客家话的宣传时，如果睇学校地辈传承我哋客家文化，教我哋客家话。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以佢哋鐵片的愛好，按到八字模嘅，因為佢完成世界都高堂的素質，但是佢冇因此變得過自閉哦，而把人們熱情將我哋傳承我哋客家文化地位。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自高雄嘅賴輝翔賴先生來到我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賴輝翔。輝翔先生吼，其實我一開始嘅時間，我都有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有啲佢貼片嘅一定愛好到八字模嘅啦吼。係。如果因為講萬世係咪因為啲意外吼，結果嘅數字比高堂嘅，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係講，其實係發生乜嘅事情？一兩個數字冇功能，所以一般人用10個數字做事，係用10個數字，係用8個數字嚟做事。也事情係發生喺我6歲，應當算7歲，我讀小學1年生家下，有一安部睇我家公嘅嗰下，本做菜機教團體，家下因為家公喺一棟山峰，嗰時數速上以後，我從嗰下出來。海路順很差，整個去沿航，其實也有失敗，有誤導啦。因為以前呢交通也冇辦法發達，也數很樣嘅促上嘅就係家細家嗬，講嘅天數也係一種啦嗬，也係有失敗，就唔講嘅好奇啦。就像看到細橋睇教做菜機唔係大家有看過冇？睇我年代做菜機喺董事行，佢哋自己菜蔘入去腳塌塌啊咧，菜就切好，家下就因為很細啊，頭腦反應還冇按好，嗰時候菜蔘入去數填滿出來，結果就23，其實我是團3機哦，我團3機，但係一個數呢，一個數字無名指數字呢。當場有同我家公拿到，就是有簽到，佢就用布嘅包包啊，推上推向把定挨，我就醫院向我親戚叔公就講，挨汽車一轉入去，個家就一台腳踏車，騎出去大路上又很差，又做酸煙，又送去醫院向，跟包米時我細橋又有簽到1-2機。但是一技術簽到家下硬睇咧，嗰時候冇法度接上去。一技術呢有簽到，但是簽到家下溫少嘅，冇拉好接啦。但係勉強中央呢1-3技術就其實現場就有簽到，細橋就簽樣固緊叫等去。但是沿航家下就1-2技術，有1-2技術字有接上去，但是1技術字青春1技術字冇接上去是因為接上去家下冇高血，像2年3年冇高血，佢開始污體咧就減起就變難。因為其實像頭先先生有講如何優秀，圖書係我其實我哋最常用嘅我哋咧十字盾。我哋咧中間那個機，但有時其實你都差唔多7歲，差唔多馬讀書嘅。錯。嗰個教書其實就唔知㗎，我開始學寫詩，我開始學上課嘅時間，尤其係細年嘅有時間，媽唔係故意嘅啦。但是一路看到如果你乖，有時可能講心都過出，嘴都過夾。但其實晚些時間，有啲讀書嘅時間，有讀到那個辛苦嘅嗰種時間。真原本工作就本團頭嘅，我真讀書家下語言網嘅，佢做網作都快寫，真係好寫詩家下，目子佢很得呢。其實真原來冇教呢，睇聲音咪好教，但係好寫詩家下，我媽媽就停定嚟講，一天我好寫詩嘛。
佮甲有数图上就用组数，我说其实我用技术就会写，但係我组数较无按顺啦，就用有数。但係學校圖書館咧，睇講，因為以前咧不管係指示啦，也係講資訊啦，無也下按法睇，睇講人可能係數模方片一叫模方片咧就同做怪物樣嘅，咁所以咁咧我細學個時常俾人欺負，無嘢人係教咧，尤其係細模嘢，嗰時我細學嘅大部分就老師來向下教，你現在人看唔會計教啊。細模人就知道講，唔可以按奇怪人冇來向下教。有一擺吼，同喺連曬伊個孫伊個阿姨啦，佢對家某嘢講誒，唔好同佢團數之人向下教。講阿面人嚟講誒，所以我係吃到輕感苦，唔過也係實的事情啦。佢就係慢慢的小學圖書館下就較艱苦啦，就反正冇人教就3年啊，就7個13年。但係下年吼，我講嘅人都自閉症哦，因為我時常13年就冇朋友，就會7個13年，7個13年教，我冇做7個初等的安尼，一直到國中，國中以後吼就有變化的哦，國中以後有這麼個變化是因為我小學嘅畢業以前，我宿舍伊個我隔壁嘅伊個細妹朋友。宿舍佢以後搞下做賣水果啊，因為成年嘅生意就會冇同樣啊。嗰時候其實停佢以後，我就變咗較發跳嘅啊，又較開朗一些。好彩都讀到一個好朋友啦哈，因為其實真正做起嘅時間，唔會因為講啊，這種嗰種有乜事情發生嘅一啲人哈，其實就是佢看好來，如意外嘛，哈，萬一如果發生意外樣嘅事情啊，但是以前蠻些生意呢，真係有時間都心情嘛夠單純，但是做一個夾啦，嗰種雙人嘅時候嘛，雙人嘅個夾，係啊，咁後來讀高中，國中高中以後，數嘅我講下試嘅情形嘛，過山嚟係咪？係，咁下就即個想辦法去克服啊。係啊。因為反正也可能也係客家人的一個精神啊，硬頸吼，我唔認輸啊。我媽媽就自己講一句話啦，你睇愛去撩，愛去搞，重要先下台。各位就做出下切慢的就問有數數好嘅咩？我以前吼是聽迄個醫生講過呢，我哋咧自律神經吼。像不管係數也係腳吼，有自律神經的優數片來管理。因為我本身就唔係左撇子啊，故所我還係用優數，數好就用優數去寫。以前做數還係會寫得有較慢，佢會用優數寫。當然啦，當佢是寫甲有較唔順啦，但係緊寫就緊練啦，就像個學大師一樣同樣。那能用嚟學大師咯，應該10幾數字大師，按8幾數字，有啲個地方能用一樣咯。也就係一個太學問咧，而且個想辦法。我看有人嘅木竹啊，也係義工湯姆嘅啊，吼，佢會同樣用別的地方來替代。嗰時候我2幾數字就用2幾數字來替代啦，1幾數字愛做4條就用記，所以記愛做3幾數字的事情，就按呢。不管係打算盤啊，也係講打詩啊，也係講卡剪刀啊，全部就愛考記。嗰個人家無名指夠厲害。因為唔講打算盤哦，其實你用幾數字嚟打，按可以用另外幾數字嚟打唔怕。可是因為大師的時間啦，吼，因為每一個數字都有伊分批的有分批嘅按樣的地方，但你變成一記的打的時間，佢速度不比人慢嘛？當然啦，係啊，一定會比人慢啊。但是老公員講勤能補拙啦，嚇，佢唔認數咩？唔用1分鐘練得起來，我用10分鐘我未練得起來。嗰時還是硬練出嚟，係硬練，真嘅係硬練練起來嘅。咁種咧，其實慢慢嚟用裏面練習的關係吼，但係後擺尋工作又遇到乜咁困難？有，
偏偏讲，会用啥好诶？会用啥去深条路？我是安尼讲好诶啊，我是有三上去向下去面试，去我去年台吼，我去应征个大师，因为大师迄个亲中医，也亲欢喜爱做诶这条，不管迄英文大师也中文大师，我连三年去深条路，咧深大师，咧头家，你听我讲，来，先从大一般来看下咧，各位，人讲你就按天师的，所以纯粹去大人听人讲，大摸3分钟，头家就讲好咧，再去等休息，不要还没休息。可是其实虽然他跟你的速度可能差不多，可能慢过好一些，但是我现在讲应该一看咧如因为我一背位我一猜伊的可能讲缺陷先入为主，如你咪讲哎呀可能如我先伊的看好来个平常的一个东西，可是其实你在这条路的时间还是适得过动啊，能够闷亏真嘅呢，过100、200、300，真的你打击不过太，还是很脆弱。反正伊的因为医保的关系，嗰时表爱的那来欣赏是去量的数字。中间的勤工作的过程地步，伊嘛吃得过多苦，但是做嘛个来欣赏，后来我过重视我的呢客家文化传承咯，休息下我等下我都同讲有故事。翻过来福起来的上档节目，我哋来自高雄的赖怀雄赖先生，同人讲伊万岁到后来的勤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想问一下，从头到上一台节目赖先生已经讲，后来有做伊的过单纯的伊的服饰啦吼，但后来做嘛个会开始搞我的客家班咯。因为讲到先生以前是做家庭医师的啊，属于天师啊、本雄啊对不？佮会以正红做中草药，因为我家官家用也做长草的对，其实有兴趣。佮我天气做一餐的，从大批发开始做一餐的以后，佮会去做小麦、连麦的，就会卖俾人客，用长草真去甲铺做长草茶色。我也系沙飞，我也系人类吼，也系人，大部分就无闲啦，上班啦，爱做头路啦，做无闲以后，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咧。有一摆我去参加伊个发通，原因是伊个好多年，伊迄好多年，但係佢出嚟教客家，本來先出鏡，伊迄好多年都要出嚟教客家。我平時咧好多，我本身自家就行業，我就唔敢出嚟教咯。對，我想講，係有機會，我你要嚟出嚟教。出嚟教客家，但係我冇安尼問到啊，我用唔着用去做啊。但係我想講反正就機會嘛。我去潛頭路講下，我是去本來有一個機會吼，去接觸到，去接觸到學教，就係我去參加，我去面試加去前面一條路就係粵拼股，因為我屬於做方面，其實我是兩有殘障手冊啦，所以我去前條路講下，我有貼佢啲機構吼，就是咧同我小家，有啲機會就係98年講我去認真去做視覺貴族，我高雄嘅視覺貴族，我去做粵拼股，做粵拼股以後，就學教成班咪有100個區域組長，你看到我，伊個總務處看到楊人家看到我，你教講嘅吼咩行業、美容業，哎用啥就用客話嚟打最鼓啦，反正就香港嘅客家人咩，就講懷鄉，你會講客家話，個區域組長，就講我哋咧社團就開咧線上，我唔係帶我哋咧社團，係按你機會真係開始接觸到客家嘅教學。但是
唔會講客話同唔會教客話係兩回事。好，有的人佢會講，但是唔會教，哈。但是其實這是人家吼，其實我教客話一件事情，其實我哋合 EP 開始嚟大量地推廣一件事情的時間，伊嘛希望講一條教書一條欣賞，好，要以啲個基本的認真，啊，其實有靠認真冇？平常先講，我家真處境認真有，因為我一開始吼。我也接受以前，我要去參加一個三 P 大學，我要去進修，剛開始要推廣行業課程咧。我一開始講我要去參加嘅就係廣播語言，我以前也有做一餐嘅條路嘅。啊，剛就跟先生就講，要靠認真哦，啊也請基本嘅哦。所以剛靠認真，剛苦讀開始呢，我還當做去台北考呢。筆試英語，口試又英語。我剛考過以後，就是真要初級的認證書啦嚇。個會因為個就是半年佢出來教嘅，就是青年家哈，政府上開始在推廣我哋呢阿美話，就我哋呢母語啊。所以我就是半年出來教家哈，做在工站開始起步啊，哦，家哈要冇按樣條啦。但係都也下一次來越來越嚴嘅。係，其實嘛喺一方面都保證到講啊，咧教客話嘅就欣賞吼，有一天咧，能力存長度嘛吼，係一回事。聽呢講，好多人講到呀，有啲人會講，但是唔多會教啊。啊，尤其係人家一開始就睇我哋視覺國中嘛，那啲國中生其實有時就冇像細人按好小學生按乖啊。聽人都講，其實國中生都開始有升學嘅壓力咧。雖然講人家係多元升學吼，多元嘅升學嘅管道，但是唔講人家聽下哋咧課程裡邊啊，有一啲專門講教客話嘅一啲社團嘛吼，課程嘛吼，而家變成我哋相處課程嘛。但對這種國中生來講嘅話，唔能用嚟想一啲嚟去講客話，無論學客話一件事情咯。真件也本來輕鬆腦筋，我見你想嚇，我從細我都冇想過講我會嚟教客語，因為冇想過我會做先生，要行第1要行多多國中要按年講嘅叛逆期，所以我見想講我用嚟教啊，各位想講啊，既然我個性就係磨我就磨一隻。我喺這邊條路，我就會認真去做。啊，剛下就我自家生意呢，我自家生意，細妹佢剛下拖貴做。我就問伊講，先生，假使講吼，唔係來選呀行業社團，唔會想用嚟送，就按你將心比心啊，佢就講本來談。哦，佢嘅心態咩？你就以磨高中生心態，你按來講你又不是主科。你幹嘛那麼嚴肅？你就用好奇、新鮮一點去吸引他們就好了啊！就會越激發，我開始我應變化印象。所以我剛下我大部分上課呢，我就會用字卡，怎樣？哦，一千簡單一激發，你看哦，一按嚟，但是我今日係冇用字卡來上課嘅話，我見講睇，按叫好冇？我相信新人嘅基礎有限，但係我應該按叫好冇？按叫冇看到，新人一定會記起來。我話佢一張機都一堆花安尼，哦，按叫好冇？按叫冇看到，新人一定會記起來。也有音標，我相信新人一定記看到、聽到，基礎一定會記好。學習翻嚟嘅東西都變成講，學嘅嗬，佢哪一點？點一記兩記嘛好，吼，可是你變成用下你心態，用下你嘅聲音嚟開始講，其實客話到底嘅到學嘅客話可能係一個很炫的事情。好，咁就同唔同講，用文字嘅思考安尼，因為用講的有時上到都係某東西，但是有一啲文字嘅對照嘅時間，這真係好好記。係哦，嗰邊講哦，來哦，看下。國鐵，佢是呢記翻啦，因為以前我哋咧老古人亦冇絕對冇國鐵呀東西。錯，係啊，因為我假設我係冇教，整個人看有相片，也有詩，也還有音標。係啊，而且也係寫呢名詞，
我哋以前嘅古人就冇高鐵呀事情啦，只有鐵馬。係走，佢也係看緊一啲哦，佢還有鴨，唔看哦，鴨。係啊，頭先我咪想我講鴨肉講鴨肉掛包，咩呀？中國的掛包。生意真好啊！哦，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地位真有名嘅咩？漢堡，啊，真好食呀呀！已經一門講門生意堂。咁係另外嘅薯條。薯條要，錯。啊，還有我哋客人，仲有水果。水果。我們要做呀水果。李我。也圖卡也字卡，有相片也有詩，一定。也係最主要嘅水果咧，喺我哋台灣自家產嘅水果咧，嗬。錯吧？係啊。同意啊。呀，我真係都唔知乜叫三神堂啊！那啲孟婆湯啊，食到我記唔得嘅生意咧。乜叫三神堂哦？三神堂就係我哋講嘅客家擂茶，所以客家擂茶其實叫做三神堂。做乜我客家擂茶用到三神堂咯？亦都講到我哋客家擂茶嘅由來。嗰時我喺上課間下，我會講，我會大部分我會今日有一個主題，今日做客家擂茶，我就介紹客家擂茶嘅故事由來，嗰個其他別名，其實我講很多三神堂，以前戰國時代，以前嘅軍官其實用咗三樣東西，擂油以後沖個小茶，同佢不偏嘅阿邊個喺度食咧，身體就好。嗰一下就俾人哋延續下來，但係一下我係用咗三樣東西伴大家食嘅話，所以就講我冇愛食，所以一下邊講加味，或者講一下邊加味。加味啦嗬。加味可以就冇同樣嘅，所以我會做嘅主題，今日我係講瓜子。或者用瓜子嘅東西，嚟講，好，今日講嚟，今日講，要做糍粑，搞生嘢種糍粑，用糍粑家下就用糍粑米款，按你幾位底絲，幾下底東西，嗰個人比用實做，所以我喺帶各種上課語，大部分都2節課，一節課我會用講嘅，先介紹文化，先介紹。也用嚟講，先重要嘅就係一本書嚟講客話。咁你講，我前陣講嗰啲文化，嚇，譬如我哋要種糍粑嘅文化，嚇，我哋要識擂茶嘅文化，嚇，然後對咩？用有啲糍粑啦，冇擂茶，而係用嚟做，然後同時而係用嚟講。因為其實我哋有幾度嘅教客話嘅講，我先教唔講。譬如講，我將我哋學英文一樣嘅啦，但係其實我哋萬世學英文都經驗，因為喺度幾萬個東西，其實我哋可能一生人都冇講過，係啊。但是你即刻講嘅唔係，你現在對啲文化開始講，好對啲，譬如種糍粑，我哋識，我哋客人對米嘅嗰種食物嘅一種熱愛，嚇，我哋要牛溫水，我哋要糍粑嘅，嚇，我哋要冇叫我辦嘅，嚇，係啦，我哋啲我咪算係要擂茶文化。好，有文化，按用嚟做嘅東西，用嚟聽入面嘅東西，後，那你講，也要試按用嘅唔樣嘅，按用嚟講。錯喎，唔看咯，家下唔講多樣，唔看。將我喺講呀，我喺介紹，佢比講，我喺介紹辦嘅，去做辦嘅家下。因為大部分我會講，我聽一個主題嘛。辦內大集合，講辦嘅用嚟來嘅，做原來是辦，嗰個前面要做糍粑嘅，有咗糍粑一係有糖嘅糍粑人都牛溫水，就順沙介紹嘅，向下講嘅。先係係咩叫要個器材要馬上記起來，馬上有印象嘅。假使講，前面可以做教嘅是做也係乜嘅咧？也係做可以講聲嘢教了噶嚇，同玩，像呀，做啲情況，對，沙包，係做嘅叫做建議啊，佢做拿嚟教，佢聲嘢真好啊。但係重點第一節課都開始做講一天會用，我先教聲嘢講，甚至講起以後就講，你先講嘅記號法，挨張本材料。可是我想一點，開始去想一做，就想一點開始去講一件事情。
嗰個其實哦，學生人呢，本身人呢學客家一件事情，其實唔係講過簡單，尤其係睇國中嘅生人呢，能用嚟去上一啲嚟講客家，其實我法規度我是唔是休息下喎？對下個度我哋介紹我哋現場安到冇見過東西哦。翻過來，復起來，今日節目我哋來賓賴先生同我哋紹介講，應用於上國中生嚟學客家。我想問一下吼，從今年我哋現場有帶嘅安到嘅嗰貼片嘅東西吼，因為後面這個其實等於從我哋頭度講嘅，我邊度愛上幾多國中生講客家，吼，嗰時你想講，你想講客家，我希望我能講咗嘅東西，因為後面其實有啲嗰種上一點用嘅產品啊。錯噶，其實也係很多藝工人都手做啦，手做就是人哋手工藝品，用手做。傾向佢哋嚟做嘅是美食，然後點心，像人家人講做擂茶咧，擂茶，還有粽糍粑啊，粽糍粑做飯咧，還會教佢哋炒哦，司機會教佢哋炒飯嘅啊，哦，也係講做紅飯啊，哦，佢哋青烤，青烤哦，哦，佢誒做一種東西。所以我講，我想各種家會一節課會想介紹嘅教佢哋講客話，哎唔講研究嘅錯都唔願意講，真嚟做嘛。啊，係講像嘢東西啦，呀很多建議，減肉，建議嚇你用喺日本嘅人發明嘅咩？呀，即係教佢哋咧。吃耶，其實青好，也還用嗰啲養樂多關嚟做又環保，又冇花幾多錢，又青好搞咩？所以其實會青好，呀，睇顏色制度哈，咪寫從幼稚園做過，國小也做過，國中也做過，所以佢按切嘅東西，其實就挺有興趣嘅。因為像前面我有看到像鬼板樣嘅吼，幾時買嘅喏？磁鐵啊！哦，啲磁鐵吼，養喺你嘅背上上面咧。炒。佢當初攞上攞做鬼板，因為感覺到真係幾神奇呢。係啊，一上年吼。係一上年，係啊。哦，佢家就去演習家學來嘅。哦，日本聲也挺好哦。啊，但是真吵，咳嘅用咳，即細隻嘅細幾嘅鬼板咩？啊，要板模喺度去咳啊。但是對我哋來講啊，因為譬如講我哋常常會買安尼貼紙貼喺個背上上面嘛，因為有幾多嘅東西貼喺背上。像安尼鬼板咧，我都感覺到，真是有幾有文化嘅一個層面一個提嘅啦。吼，雖然講喺那個常用嘅東西，然後嘛喺個有文化上面提嘅時間，我都想到講，唔單止繼續用，其實幾適合生活外國人。哦，真嘅咯。係，生活外國人係，如果有乜個東西咯，你都提過，是 rice cake，然後有種古嘢型嘅 rice cake，然後你講乜種古嘢型，你可以用嘢東西，帶出我哋客家文化一個意思。我就同佢講，幾乜個東西幾貼皮，講磁鐵嘅時間咁樣，有一點聰明嘅一個設計。佢中國人現場地方啊，其實佢都用客家法布做嘅東西。中國人嚟講，啲台嘅嘛嚇，還有唔同種前人講嘅嘅鹹肉。我哋有可能有嗰種主板快速嘅嗰種板，也係做乜我開始做安嘅東西咯。哦，咁冇，嗰主板快速是嚟那個算訓練生人嚟㗎嚇。訓練生人嚟，做乜訓練生人嚟咯？咁咪係上課一個教材，先教具啦。我教生人嚟打竹夾嘅。打竹夾嘅就係人多工研究下嚟，咪咔啊吼。有啲節奏啦。係節奏感。啊，也係訓練生人去比賽嘅一個工具。訓練生人去比賽。錯。可是我們幾時節唔單止愛教客話，其實嘛帶生人去比賽。哦，一定愛喲，學教唔係定咧擴大，好啦。因為其實幾時節，我你講唔講幾時節，其實其他時節，佢都學教嘛，因為講希望講睇個比賽地位去展現到每一個學教地位，學習客家話嘅一種成績，好，一天可以比賽。嗰時幾時唔係啲訓練嘅欣賞出嘅。好，也係算。提嗰個大知名度啦，我青好睇星爺比賽呢。係啊，可是你冇去睇下，
可是我唔會是上到幾壓力啦。我知道佢生意很好，現在學客家，我係真感動咧。佢咩客家人咧？我去年嘅生意99.9%。因為頭先我嘛想問一個問題，你講四甲國種吼，其實喺高雄算是有名嘅國種，但是我記得佢附近哦吼。唔係客家種，因為如果是過都市鎮呢，伊哋學校嘛，吼，伊佢附近其實除了泰樓以外，其實大部分都係，應該講媽唔係講一天喺火爐種，其實係個複雜嘅人嚟，嗰度來工作嘅啲人嘛，吼。嗰時唔講伊係完全係客家種嘅生意嘅話冇可能啊。咁其實當然講有學生嘅地步會有軌道嘅，唔係客家人咧，咁而學客家話會有困難。有，真係有困難。咁能用嚟教伊？你把伊比賽哩？係啊，我就一絲一記，天天嚟教。我訓練我其實我一下有8件學校，我有國中4件，2件小學，2件幼稚園，全部就愛帶比賽。啊，幼稚園帶比賽，佢還唔是哦，佢真會彈哦，會記哦。啊，你還要有動作哦，佢就會記起來。啊，你還就會帶比賽。我還是帶幼稚園去參加戲劇比賽咪係，但是人真多，咪係一絲一記教。小學、國中全部就會按呢。啊，所以唔講唔係客家人，其實佢學客家，我哋咩我經驗啊，下面要學英文，好冇？啊咪一記一絲，天天嚟學，天天嚟教，就真嘅。生意就好過去，生意嘅潛力、心態呢？咁種唔知個話有影響到講，譬如講，人家學生嘅地方唔係客家人咧，但是後來唔單止會講客話，同時伊還會參加客家嘅度，可能講語文比賽啦，某啲嘅度比賽，從而有個影響過層嘅冇？有，一下我講嘅有3隊，我係影響真層。好，呢個是。一下佢讀去年畢業，一下成業，去年他當年讀書，9年嘞，一下是高2，高中2年。一下細妹嘢其實小學嘅3年前就開始聽佢學，我3年前就開始訓練佢去比賽，每擺帶佢比賽，出去比賽，演講也係大賽鼓，一天得名，好容易，就是一絲一樣嚟教。啊，過你看佢讀國中，咩係聽佢。咩去嗌教嘅學校，啊也高中嘅啦，真係真認真咧。還有咧是楊子愛，媽媽係英文先生，佢妹係好容易咧，佢4年前聽佢學，但是佢媽媽佢講佢妹嚟學學法是佢5年前咧，但是佢都有興趣，講哦。難得讀到按好嘅先生，又按認真，我一天都好好批合。嗰時我帶佢畢業，我帶佢比賽加107年，佢拿到做我哋語文競賽，或者係行業成派學校啊。嗰時每年都一天會參加比賽，107年佢拿到第1名，初賽，佢我去參加總決賽。啊，剛剛嘅行業叫我家講貴重嘅生意咧，嘅生意嘅什麼誒？叫咩係？我兩隊呀哈，佢107年噶，全部拿第1名。佢總家係拿到全國第1名，總決賽哦，佢係獎金1萬元。也是一兩隊是比較特別嘅呀，真嘅。所以於是你知道講帶比賽。真多先生唔好，也講佢唔會帶，佢只係講真艱苦，真壓力真大啊！但係我講人是知道講，其實帶比賽真有成就感嘅，有成就感嘅感覺啊！咁你從啲用先生嘅角度來看一件事情，你講，所以俾頭都唔好講唔單止個量之外啦，嚇，同係嗰啲，從即個意味講，從嘢就唔係客人。來學客話，而也要一開始嘅想法係乜嘅？因為講，佢比如我哋喺客人嚇，我哋講話客話，我佢可以同個爸爸媽媽電一下，教一下爸爸媽媽，可能阿公阿婆啦、阿媽啦，冇佢聽嗬。我哋嘛只係話佢一般有用到我哋客家話嘅時間，
但是现在就唔免行业规矩全部讲好咯啊！你因为伊学客家话，伊的用意係嘛喏？出题这个比佢有出界，就是伊的舞台，系伊的能力的舞台。好教有啲时候注音而讲过一句话，我哋舞台准备好嘅，只要有声音来，就不易起飞。所以我就想讲，今年唔来选修，唔来选牙科来上嘅，我就唔很学，我就很教。啊，唔好嘅有乜嘅好，唔好嘅以後有乜嘅好處？你即係增加自己嘅能力啦。還有我一天會鼓勵佢，啊一天會本身嚟講，唔係嚟靠認真，呢種認真數特別重要。咁乜嘅特別重要？唔係擺考試就得加分，啊你前條路就得加分，因為唔好呢，嘅唔講唔那種事用得到，每天啊。就等用到真嚟學聽慢嚟吧。唔該，我哋唔咩我經驗，但係唔免就學英文，那個用得到咩唔對？唔中意強用，學客話就從學英文，學我嘅話強用人哋學習，人哋就好嘅啊。星期佢會想講，錯學先生講人哋錯啊。還有我帶佢去比賽，唔做得好多東西，唔係做得穿人生錢嘅。好嘛？唔係所以穿蘇菲呢，星期親愛啊，我係做得從做到獎啊呢，一係做得去開飯店，像我特別，我從1802年開始參加全國語文競賽，17年來，我每年就參加總決賽，就有飯店學，一係做得帶新人去了。嗰時我冇想到，因為前工作嘅關係，我哋嚟欣賞一條行業嘅我哋咧客家話嘅教育嘅一個工作，冇想到一條路比行嘅過順，嘛過歡喜。我哋今日過感謝我哋嚟欣賞，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安頓這個教學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喎，大家聽下嚟欣賞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阿凱先生，今日呢會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好嘅準備嘅各個嘅點呢哦，接下來聽聽先生來做運動嘅哦。來跳起數，打開來，前面打開數。你打開數3，打開數4，打開數你腳拿空來，拿個個意思變下來，好。後背哦，1，打開，數，屈下去，高度一時，腳一出數3，打開，數4，打開，數腳，拿空來高高一時。下去，外片1，屈下去，關，打開來，順側2，關起來，打開來，順側3，屈下去，打開來，順側4，關起來，打開來。順側數兄弟杯打開，屈下去
画一只太阳，and 树，无相同的哦，and 叫前面、旁边、后背、树、前面、边顺、后背、树、三、边顺、后背、树、四、边顺、后背、树 and 脚 and 嗰個意思 and 變下來，彎片後背 and 後背，邊順前面樹後背，邊順前面樹後背，邊順前面樹四 and 前面樹腳，嗰個意思 and 拿空來 and 下去 and 落背褲前面褲樹二前面褲樹三前面四褲四前面四褲 and 腳拿空來 and 高 and 下變下來 and 左片右左片樹打開後背打開樹三後背三樹四後背三樹第八腳拿空來，嗰個意思兩隻樹標打開變下，好，而家聽聽先生翻篇錯過 and 樹打開 and 前面右片樹二樹三打開樹四打開樹腳拿空來，嗰個意思 and 變下來，彎後背身後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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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腳拿空來，嗰個意思 and 下 and 右片轉打開來 and 打開來三打開來四打開來 and 樹延伸 and 打開 and 褲下去 and 樹 and 前面褲打開樹 and 前面打開樹三打開樹四打開
数叫嗰個意思。按下去，腰背苦，扁順數苦，扁順數三，打開數四，打開數叫哪個？按下去。按右片苦，關空來，打開來，伸出。第二擺苦，打開來，伸出。三，打開來，伸出。按四，關空來，打開來，伸出。按兄弟杯。按苦，哦，有冇相同的哦？前面一，腰背數二，腰背數三，腰背數四，腰背數。按腳拿風來，按下去，腰背一，前面數二，前面數三，前面數四，前面數腳拿風來。按下去，外片前面，外片數二，按數三，前面打開數四，前面打開數，第八個腳拿風來。兩隻手柄，點一下題呀，會記得跳起哦。好，按下，大家聽聽先生來做最尾嘅動作哦，左手，右手。兩隻手，好，今晡日嘅動作，大家都好會冇？會記得明日天天先生運動一下哦，讓個身體同精神會變加更好哦。好好運動，我哋下擺見，拜拜。